滿心冥想第二部第5章5。咁好啦，咁你係點樣令到自己嘅心變得敏感嘅呢？我問到啦，你真係想要令到自己嘅心變得敏感咩？佢講啦，當我哋自己本身就有咁多嘅痛苦同煩惱嘅時候，真係仲想要分擔他人嘅一份咩？敏感嘅首要先決條件就係願意承受他人嘅痛苦同埋煩惱。只有當我哋能夠承受他人嘅痛苦嗰個時候，先至能夠察覺到他人嘅痛苦。其次，察覺到其他人所處嘅困境又有咩意義呢？假設有一個黑客侵入咗我哋嘅銀行賬戶。呢個時候，佢哋掌握咗我哋嘅財務狀況，唔通佢哋會關心點樣令到我哋嘅收益最大化咩？咁梗係唔會啦。我講啦，除非我想幫你，否則冇理由知道你嘅財務狀況，係咪？同樣咁，除非我哋打算利用呢一種敏感嚟到完善他人。否則唔需要對他人嘅痛苦同埋煩惱變得敏感，只有愛先至能夠令到呢一切變得可能。有咗愛就會願意承受，有咗呢兩種特質，我哋嘅心將會以最直覺自然嘅方式知道自己應該點樣去祈禱。而當我哋缺乏呢一啲特質，就會為點樣去祈禱而感到困惑啦。不過，如果我哋有能力以實際行動去幫助他人，就唔好滿足於坐低落嚟祈禱啦。相反，去做啲嘢啦，伸出援助嘅雙手。查理濟曾經講過，祈禱係弱者嘅首要手段，係強者嘅最後選擇。如果我哋乜嘢都做唔到，咁就祈禱啦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為他人提供食物，咁就提供食物。如果我哋能夠為他人提供住嘅地方，咁就提供住嘅地方啦。為咗面臨嘅問題，祈禱之前，盡自己嘅能力先去解決問題，係人類應盡嘅義務。當然，如果我哋都冇足夠嘅錢去養活自己嘅屋企人，咁就已經先去養活其他人嘅屋企人，呢一個係唔啱噶。我哋始終需要先盡到自己嘅本分。呢一個令到我諗起咗慈善始於家庭呢一句言語啦。我講係噶，達仔講啦。但係令到人遺憾嘅係，我哋嘅能力始終都係有限嘅。盡管我哋想要幫助世上嘅每一個人，卻係根本冇相應嘅個人資源。咁對於一個正喺度受苦嘅人，我哋至少可以花啲時間陪下佢，同佢共情，坐喺佢隔籬。我哋可以乜嘢都唔講，亦都可以乜嘢都唔做，只係陪伴。你睇下，我哋嘅陪伴將會好有效。咁樣一嚟，朋友就會感覺到而家我唔係孤立無助嘅，呢個將賦予佢力量。透過祈禱同本源連接，祈禱嘅最佳方式係乜嘢啊？我問到。咁有兩位歌手，一個係音準到無懈可擊，另外一個歌手則係唱出嘅每一個音符都能夠感動人心。咁我哋肯定會更鍾意第二位歌手，難道唔係咩？係噶，我表示同意。當一位藝術家能夠令到人感動，我哋就唔會在乎佢係咪唱個音係咪準確，或者係寫啲嘢係咪寫得好粗糙。佢講啦，只有真誠先至能夠觸動人心。如果有人用憤怒嘅語氣講我愛你，咁我哋就會感到心動咩？祈禱亦都係同樣係咁噶。重要嘅係情感同埋真誠。我諗起咗一個好美妙嘅故事，達仔講啦。
有一個平凡嘅農夫，每日晚上都會向上天祈禱：如果你能夠嚟到我身邊，咁我就會俾你坐喺我最中意嘅樹底下，等你遠離炎熱。我會幫你沐浴，只要你中意，我甚至會幫你擦背脊。咁住喺農夫隔籬嘅婆羅門祭司，一次又一次咁樣聽住呢一啲祈禱文。有一日，祭司講啦：呢啲算咩祈禱啊？你要同上天沖涼，你要同上天擦背脊，簡直係亂咁噏。於是農夫好謙卑咁講啦：咁請你教教我應該點樣祈禱啦。祭司同意啦，就教咗農夫一啲梵語同埋經文。第二日，農夫冇記住嗰啲經文，請你再教我一次啦。佢講啦：我忘記咗你教我嘅嘢。祭司又教咗佢一次，但係農夫又忘記咗啦。好似咁樣重複咗好幾次，最後農夫感到非常之困惑同埋沮喪。後嚟有日晚上，上天嚟到咗祭司嘅夢入邊，講啦：你睇下，你毀掉咗呢一個人嘅生活，佢原先嘅祈禱就係最好嘅祈禱啦。你睇下，農夫已經表達咗自己嘅諗法。達濟講到，佢已經講啦，呢一個就係我打算為你做嘅事情，我只知道呢一啲。至於嗰啲梵語嘅經文，仲係忘記咗佢啦。我哋甚至都唔知道佢哋係咩意思。呢個唔係話喺度貶低古代經文嘅價值，呢一啲經文都係非常好嘅，但係我哋需要理解其中嘅含義。祈禱文必須對我哋要有意義，否則只不過係鸚鵡學舌啦。語言唔係感覺。語言只係對感覺嘅描述，死記硬背嘅祈禱只係感覺嘅外殼，咁樣嘅祈禱係空洞嘅。有效嘅祈禱係言語同埋內心嘅感覺相互呼應。然而，當內心充滿咗情感，仲需要語言呢？只有透過沉默，我哋先至能夠同內心嘅存在溝通。喺呢一種沉默入邊，連我哋嘅思想都係沉默嘅。我能夠理解無聲嘅祈禱，我講啦。但係乜嘢係無念嘅祈禱呢？祈禱嘅行為必須變成一種祈禱嘅內在狀態。達濟講啦，例如你有冇觀察過一對結咗婚10幾年嘅夫妻之間嘅互動啊？一個眼神就足以表達心意，幾乎都唔需要語言。經過多年嘅相處，佢哋已經唔需要透過語言溝通，而係進入一種心意相通嘅狀態。兩個人相互了解得越少，先至需要溝通。新婚夫妻總係需要大量嘅溝通，彼此了解得越多，溝通就會越精妙。當彼此相知已經非常之深入嘅時候，溝通反而顯得多餘啦。同樣咁，喺我哋試圖恢復同本源連接嘅過程入邊，一開始係正式嘅祈禱，但係祈禱只係第一步，佢必須成長為祈禱嘅狀態。例如飯前祈禱係好經常見嘅，但係如果祈禱完之後就立即狼吞虎咽咁去食飯，咁啱啱營造嘅禱告嘅心境又會點呢？如果冇祈禱嘅內在狀態，祈禱只不過係一種虛偽嘅行為，咁樣嘅祈禱係好荒謬噶。通常我哋會叫啲細路仔去臨摹字帖學習寫字，藉由臨摹，細路仔就會學識點樣去寫字。同樣，正式嘅祈禱必須變為祈禱嘅狀態，之後正式嘅祈禱將會顯得冇必要同埋多餘噶啦。如果我哋冇逐漸養成祈禱嘅狀態，
咁就好似係成年人仍然要依賴啲字帖去寫字咁。呢一種內在狀態係獨特噶，佢冇外在嘅表現，亦都無需遵從任何嘅外在原則。外在表現或者係外在原則意味住儀式。當我哋將祈禱變成儀式嘅話，就會失去咗祈禱嘅重要意義啦。然而，祈禱嘅狀態只係另外一個開始，目的係帶領我哋超越呢一種狀態，到達另外一個層次。喺超越咗祈禱嘅狀態之後，又係咩呢？我問佢啦。合一，達濟講啦，二元性係祈禱所固有嘅。喺祈禱入邊，總係有兩方面，一方係需要幫助嘅人，另外一方則係提供幫助嘅人。咁我哋嘅祈禱，而偉大嘅存在則係被預設為喺度傾聽並且回應我哋嘅祈禱。如果冇咁樣嘅二元性，係邊個喺度祈禱啊？又係邊個喺度接受祈禱呢？我哋同內心嘅神聖存在之間仍然有所區別，仍然會有兩方，仍然存在住一種關係。另外一方面，透過冥想，我哋將逐漸進入一種同內心神聖存在合一嘅狀態。我哋超越咗兩者之間嘅關係，單憑祈禱實現合一嘅可能性相當渺茫。我哋仍然係我哋，而本源依然係本源。咁祈禱應該發揮點樣嘅作用呢？我問到啦。我哋想要同神聖法則融合，祈禱有助於我哋發自內心咁認識呢一種神聖嘅法則。達濟講啦，祈禱應該咁樣進行。祈禱應該轉化為冥想。事實上，呢一個係一種心靈嘅並發，強烈感受到同所愛嘅人分離嘅劇痛。心會講，我再亦都忍受唔到呢一種分離嘅痛苦啦。我諗起咗細個嘅時候有一首兩行嘅詩歌：上天啊，請至少到我嘅小茅屋嚟一次啦。我會好心情滿懷愛意咁款待你，你肯定會忘記咗自己喺天堂嘅居所。從某一種意義上嚟講，祈禱就係內心嘅吶喊。喺呢一種吶喊入邊，好似珍珠一樣嘅淚水就會慢慢滑落喺面上面，淨化咗內心嘅雜質。呢一種心嘅劇痛，令到我哋被愛嘅對象牢牢咁樣吸引住，最終好似江河流入大海咁。祈禱狀態化為同本源融為一體嘅冥想狀態。